你現在看到的你棵植物葉子發黃，整株下垂，看起來已經沒救了。多數人到這一步會直接把它拔掉，丟進垃圾桶，然後告訴自己算了。但問題是，它真的死了嗎？其實大部分情況不是，它只是缺了一兩種養分，而土壤剛好吸不出來。如果在這個時候你做對一件事，不用買肥料，不用花錢，只要用廚房裏的東西，在48小時內你就能看到變化。葉子會慢慢變深綠，莖會重新挺起來，甚至開始長出新的花。聽起來很誇張，但這不是什麼神奇方法，只是你一直忽略的東西，剛好就在垃圾桶裏。問題是，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做法很少人這樣用？為什麼你每天丟掉的東西其實可以救一整片菜園？你有沒有發現？你每次照顧植物幾乎都在做同一件事。葉子一變軟，你第一個反應就係澆水，顏色一變淡，你開始加肥料，看起來沒有改善，你就再多做一點，多澆一點水，多加點肥。但結果呢？過幾天還是一樣，葉子繼續發黃，莖越來越遠，最後整株慢慢垮下來。你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哪裏做錯了？你花了時間每天看，每天滾，甚至還花錢去買肥料，但植物還是沒有變好。這種感覺其實很多人都有。你不是不努力，你只是一直在重複同一個循環，看到問題，用同一種方法處理，沒有效果，再加強同一種方法，最後你以為植物很難養，但很少人會停下來想一件事：如果方法是對的，為什麼結果一直沒有改變？也許問題不在你，而是在你一直用的那一套方式。問題不是你不夠努力，問題是你用的方法一開始就不對。你以為植物變弱就是缺肥，所以你去買一包標榜全面營養的肥料，但你沒有發現一件事：植物的生長不是看它擁有多少，而是看它缺哪一個。就像一個木桶，每一塊木板都不一樣高，水能裝多少，不是看最高的那一塊，而是最短的那一塊。植物也是一樣，就算土壤裏有很多養分，只要缺了一個關鍵元素，整個生長就會停住。你拼命加肥，只是把已經夠的部分變得更多，但那個真正缺的還是沒有補上。這就是為什麼你越努力，效果反而越不明顯。更關鍵的是，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，不是所有養分都能被植物立刻吸收，有些肥料需要時間分解，需要土壤慢慢轉化。但當植物已經開始衰弱，它等不了那麼久。你現在需要的不是多一點，而是對的那一點，而且要快。而這個關鍵其實每天都在你手上，只是你從來沒有把它當成答案。其實方法很簡單，你需要的東西不是在花市，也不是在賣場，而是在你每天用完順手丟掉的那些東西裏面。聽起來有點奇怪，甚至有點不合理，但如果你仔細想，很多最有用的東西本來就不在包裝裏。這裏有5種做法，不用花錢，也不需要專業工具，每一種都對應一個不同的問題。第一種來自你切菜時丟掉的外皮，第二種是每天倒掉的洗米水，第三種是冰箱裏放到忘記的蔬菜，第四種是早餐桌上最普通的那些材料，第五種則是很少人願意碰，但效果最穩定的一種來源。重點不是材料本身，而是你怎麼處理，怎麼讓它變成植物可以喝的狀態。如果你只是把這些東西直接丟進土裏，效果會非常慢，甚至還沒來得及分解，植物就已經撐不住。真正的關鍵在一個很多人忽略的步驟，少了這一步，前面做的全部幾乎都沒有用。而這一步其實非常簡單，植物要恢復生長，其實只有一個條件，它必須拿到養分，而且要拿到得夠快。問題就在這裏，很多人以為只要把東西加進土裏，植物就會自己吸收，但事實不是這樣。大部分養分一開始都被鎖在材料裏，不管是果皮、菜葉，還是你買回來的肥料，都需要時間分解。而這個過程有時候是幾天，有時候是幾個星期。對於一棵已經開始衰弱的植物來說，這段時間太長，它等不到。所以你會看到一個現象，你明明已經施肥了，但植物還是繼續變差，不是沒效果，而是來不及。這就是為什麼液體比固體更關鍵。當養分溶在水裏，它就不需要再分解，可以直接俾根吸收，就像人喝水一樣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杯茶，乾的茶葉
你直接放在地上，什麼都不會發生。但係一旦進入水裏，顏色味道很快就釋放出嚟，養分也是一樣。只要進入水中，它就從原料變成可以使用的狀態。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，很多人完全沒有注意，那就是土壤裏的生命。一把健康的土壤，裏面可能有上億個微生物，它們負責分解、轉換、運送養分，沒有它們，再多養分也沒用。而有些材料不是在植物，而是在這些看不見的幫手。當這些微生物活起來，整個土壤就會開始運作。植物不只是被餵，而是被一個系統支撐。所以重點從來不是你加了多少東西，而是兩件事：第一，養分有沒有變成液體；第二，土壤裏的生命有沒有被喚醒。只要這兩件事做對，變化會比你想象的還快。先從最簡單的一個開始，第一個方法。洋蔥皮水，很多人切完洋蔥外面那層乾乾的皮直接丟掉，但真正濃縮養分的其實就在那層。做法很簡單，抓一小把乾的洋蔥皮，放進一個乾淨的容器，加入大約1公升的清水，不用加熱，常溫就可以。接下來只要放煮24小時之後，水會開始變色，到48小時會變成淡淡的茶色，這個顏色就是養分釋放出來的信號。使用嘅時候直接澆在根部，不用沖洗，不用再處理。很多人會犯一個錯，把洋蔥皮直接埋進土裏，這樣不是不行，但速度太慢，等它分解完，植物早就撐不住。第二個方法，洗米水發酵。你每天洗米，那一盆白白的水通常都倒掉，但真正有用的就在那裏。把洗米水留起來，放進一個有蓋子的容器，不要完全密封，讓它可以呼吸。放在室溫下3到5天，你會聞到一點點酸味，這個味道代表微生物已經開始活動。使用前一定要稀釋，大約1份發酵水加10份清水，然後再澆到土壤上。如果你直接用或沒有發酵，效果會差唔多。第三個方法，廚餘浸泡液。冰箱裏那些放過頭的蔬菜，不要急住丟，把它們切小塊，放進一個桶子，加水，讓材料完全被覆蓋，上面可以壓一個盤子，讓它不要浮起來。接下來放2個星期，水會變深色，味道會變重，這是正常的。使用嘅時候一定要稀釋，大約1:30，而且giải焦土不要噴在葉子上。很多人太急，直接用原液，結果不是變好，而是整株燒掉。這3個方法已經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，但如果你想要更完整，還有2個關鍵。第4個方法，廚房綜合配方，這一個不是單一材料，而是把幾種東西組合在一起。你早上用過的東西幾乎都用得上。首先是香蕉皮，剪小塊，不用太細，它提供力是鉀，幫助開花結果。第二個是蛋殼，記得先洗乾淨，再壓碎，越細越好。它提供鈣，讓果實不會爛底。第三個是咖啡渣，用過的就可以。它主要是補充氮，也會讓土壤變得比較鬆。很多人以為咖啡渣會讓土變酸，其實用過的咖啡渣接近中性，真正的作用是改善結構，不是改變酸鹼。接下來是關鍵。1小匙瀉鹽，也就是鎂，葉子會變綠，跟這個元素有關。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黑糖蜜，不是普通糖，而是比較濃的那種。加1小匙進去，這不是在餵植物，是餵微生物。當微生物有食物，它們會快速增加，然後幫你分解前面的材料，全部放進1公升溫水裏攪一攪，放3到5天，你會發現味道開始變化，這代表整個系統開始運作。使用前一樣要稀釋，大約1:10。很多人做這個配方效果不好，通常只有一個原因，沒有加黑糖蜜，少了這一步，整個速度會慢很多。第5個方法，老式肥料水，也有人叫它大茶包。準備1袋已經放過一段時間的肥料，雞的、牛的或兔子的都可以。重點是一定要舊的，不能用新鮮的。把它裝進一個布袋或是舊枕頭套，綁好之後放進1桶水裏，就像泡茶一樣，放3到5天，水會慢慢變色，這代表養分已經出來了。用之前
一定要再加水，大約1:10，顏色接近淡茶色就可以直接澆在根部。早上或傍晚用效果最好。中午太熱，養分會跑掉。這個方法很穩定，也很全面，但最常見的錯誤就是用新鮮的材料，那樣不止沒幫助，還可能把整片都燒壞。這5個方法全部加起來已經可以應付大部分嘅情況。當別人還在反覆澆水加肥，你會開始看到一點不一樣的變化。一開始很細微，葉子的顏色慢慢從淡黃轉回比較深的綠，不是一下子變好，而是一天比一天勻。原本下垂的葉片開始有一點點撐起來，摸起來不再那麼軟，而是有一點厚度。過幾天之後，你會看到更明顯的差別，節點的地方開始長出新的小芽，那些原本已經停止的地方重新動了起來。如果是會開花的植物，花會慢慢回來，數量不一定很多，但至少開始出現。這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，你沒有換土，也沒有花錢買新的肥料，只是把原本丟掉的東西換一種方式用回去，整個照顧的方式變得簡單很多。你不需要每天做很多事，只要固定時間給對的東西就好。慢慢地你會從救植物變成維持它穩定，這種感覺會讓你開始有信心，原來不是植物難養，而是以前的方式太複雜也太慢。當方法對了，很多事情就自然順了。不過這還不是全部，很多人做到這一步，植物已經開始恢復，就以為問題解決了，但過一段時間又會慢慢回到原點，葉子再次變淡，生長又停下來。你會以為是不是方法沒用？其實不是，真正被忽略的是另外一個更關鍵的地方，那就是土壤本身。如果土壤的結構已經壞掉，或裏面的微生物很少，就算你一直補養分，它也留不住，就像一個破掉的容器。你倒再多水，還是會流走。還有一個很常見嘅問題，澆水的方式。很多人習慣每天澆，表面看起來濕，但下面其實缺氧，根長期在這種環境會變弱，甚至腐爛。這時候你再加養分，吸收也會變差。所以前面的5個方法只是補給，但如果環境沒有調整，效果會打折。如果你把這2件事一起做好，土壤有生命，水分有節奏，那麼前面那些做法才會真正發揮作用。而這一步大部分人從來沒有注意過，如果做錯，前面所有努力可能都會白費。其實做到這裡，你應該已經看懂一件事，你不是缺肥料，你只是沒有把對的東西用在對的地方。那些你每天丟掉的東西，原本就是植物需要的養分，只是換一個方式，它們就能回到土裡，不用花錢，也不用複雜的工具，只要方法對，變化會很明顯。如果你想把這做法慢慢用在自己嘅菜園裡，記得把這個方法記下來。之後我會繼續分享更多簡單實用的方式，讓你不用多花錢，也能把植物養好。